大家有冇發現，每年7月半，好多海外華人同胞都會喺社交媒體上面問我喺外國點樣拜祖先，點樣表達掛念同傳統嘅禮儀，可以向遠方嘅祖先傳達思念同敬意。但係如果淨係是彈燒幾張溪錢拜幾支香，但係唔了解傳統禮儀背後嘅講究，呢份心意可能無法真正傳達。點解？因為傳統祭祀文化入面有一套完整嘅禮儀規範，由供品嘅準備到祭拜嘅時辰都有佢嘅意義。專業嘅禮儀師或者傳統文化傳承者可以幫你用最正確嘅方式，將你嘅孝心同思念轉化為祖先能夠感受到嘅誠意。呢個就係講究同是但嘅差別。我講個真實例子，舊年有一位移民去加拿大嘅師姐，佢媽媽突然病得好重，但佢冇辦法返嚟。佢四圍打聽，最終委託咗專業嘅禮儀團隊喺中元節幫佢做咗一場完整嘅祭祖儀式。儀式完成之後，佢媽媽嘅狀況逐漸平穩落嚟。所以如果你都係海外華人，今年中元節想為祖先為家人做啲嘢，與其自己亂燒一通，不如揾真正懂得傳統禮儀嘅專業人士嚟幫手。一份虔誠嘅祭拜唔只代表你對祖先嘅懷念，更加係為你自己同家人積累一份心安。你嘅一份孝心值得用最正確嘅方法嚟傳遞。